香港小姐全城熱選，現在正式開始，有請我哋20位佳麗出場。大家嚟到香港小姐全城熱選，俾啲掌聲我哋20位候選家好嘛 ？Thank you。今年嘅香港小姐競選嘅決賽同埋準決賽咧，將會喺8月25號同埋9月1號咧就係隆重舉行噶啦。我哋今年嘅主題就係超越想像，即係話咧，你將會睇到一個你從來未睇過、諗都諗唔到嘅香港小姐競選呈現大家眼前。較早前呢，我哋嘅20位候選佳麗已經飛到去世界8個大城市拍咗我哋嘅外景啦，而喺8月4號咧都會見咗我哋今年2個高大威猛、英俊瀟灑嘅主持，就係崔建邦同埋王祖藍嘅。咁今日咧，我哋將會同我哋嘅傳媒朋友見面，俾我哋傳媒朋友再次認識多少少我哋嘅香港小姐，同埋佢哋將會以1人1票選出傳媒心目中最喜愛嘅香港小姐。呢個時候，我哋再次請佢哋20位出場同大家見面，逐個介紹下自己先。跟住有請17號陳凱琳 Grace， 芳齡22歲，佢係一位大學畢業生。大家好，我係17號陳凱琳 Grace， 我嘅志願係希望成為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同埋一個成功嘅藝人。其實第一次見到大家嘅時候，我係非常之怕醜同埋驚嘅，但我覺得喺1個月嘅短短時間，我都係進步咗好多，同埋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我。電視節目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你會想做邊一類型嘅節目主持呢？如果有機會嘅話，其實我想喺每一方面都係去學習，因為好似嘟姐一樣，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電視節目主持人，咁我都希望喺佢身上都可以學習，喺每一方面都做得好好嘅。好，唔該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跟住係有17號 Grace 陳凱琳，問題就係咁樣嘅，你參選嘅目的係咪要釣金龜婿？呢個係代表即係識人係咪啊？即係你係咪參選目的就係希望揾到一個哇令到你生活無憂嘅好老公咯？嗱，咁首先我唔知道呢個意思就已經代表唔係啦。咁同埋我今次參選港姐係因為我真係從細已經想做呢件事。咁其實我都聽過有人同我講話，哇你咁樣答會唔會好行啊？咁我就話我唔覺得係，因為呢個我真係由細至大嘅夢想。多謝。OK，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talk， 所以行動重要啲，咪仲行動話俾人知咯，好嘛？好 ，thank you。多謝 ，thank you。咁啊，20位佳麗都出過場啦，咁啊介紹我自己答咗傳媒朋友嘅問題啦。跟住落嚟呢，就係1人1票，由傳媒朋友選出今日佢哋最中意嘅香港小姐。經過在場嚟自不同範疇嘅傳媒朋友投票之後，最受傳媒歡迎佳麗終於誕生啦！好啦，即刻揭曉啦！咁啊，我哋傳媒朋友已經投晒啦。第一位係17號陳凱琳，第二位係17號陳凱琳，第3位係9號劉溫馨，16號徐少培。哇，其實好緊張喎呢個情況，大家都諗緊唔係我啊嘛咁樣。好，9號劉溫馨，15號蔡思貝，5號朱自然，好高票喎呢位。17號陳凱琳，15號蔡思貝，17號陳凱琳，17號陳凱琳已經5票領先啦。咁啊，第二位就係劉溫馨同埋蔡思貝嘅。跟住落嚟就係12號梁嘉欣，17號陳凱琳，15號蔡思貝，17號陳凱琳，12號梁嘉欣，15號蔡思貝。好，最後一票都係17號陳凱琳。咁啊，換言之咧，就係陳凱琳以8票咧，就係非常之好嘅成績咧，就贏咗我哋傳媒最受歡迎佳麗啦。呢個時候，我哋要請出我哋嘅星級導師，亦都係咧多屆我哋香港小姐嘅司儀，智偉哥曾志偉上嚟同我哋頒獎，有請智偉哥。師傅，有冇啲心水或者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下我哋20位候選佳麗？佢哋個個都好緊張喎。哦，唔使緊張，嗱，證明一樣嘢，啲傳媒中意營養冇關嘅，啊瘦都得㗎，啊咁啊，所以咧就唔使刻意增肥啊減肥，咁所以大家唔使介意㗎嚇。OK。咁啊 final 嗰日先係真嘅。係。OK。咁你覺得我哋今年嘅香港小姐啲質素點啊？冇乜所謂嘅，都係因為未到最後一日咧，大家真係唔知係點樣啊。今日咧就大家即係我哋嘅宗旨咧就係超越想像啊！
俾我超越咗我嘅想像，諗唔到你係咁嘅樣嘅啊！所以咧就好開心，係第一次見你哋。咁每一次其實每一年都係嘅，係去到 last 一日咧先至見到個冠軍樣。今日大家咧即係未有一個最佳嘅狀態，同埋未習慣面對咁多傳媒或者係鏡頭啊。咁當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信心先會嚟啦，但係嚟到咧就往往成日都會俾一啲報紙啊、雜誌啊，或者甚至乎街出邊嘅人講嘢咧，係恐嚇到自己啊！慢慢揾翻個信心。咁啊，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就係同自己講，自己係咪對自己已經盡咗最大嘅力？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咁有就已經對自己有個交代。咁啊，跟住入嚟就做同事，跟住就做明星，跟住跳個金龜婿，搞掂。咁其實最主要都係跳個金龜婿。係啦，小心識人咯。崔建邦呢啲就唔係好得嘅。係就係咁簡單。千祈要小心啊！好，唔該曬，志偉哥 ，thank you，唔該曬。我哋有請志偉哥，因為佢哋係個星級評判，亦都係我哋星級導師。麻煩你企中間，同我哋20位嘉賓影張相先。好高喎呢兩個。好啦，今日傳媒朋友嘅一人一票選出最受傳媒歡迎嘅港姐咧，今日順利誕生咧，恭喜曬！咁啊，其他嘅佳麗咧，加油努力，因為8月25號同埋9月1號咧，將會係我哋香港小姐準決賽同埋決賽嘅大日子，到時記住留意，係咁，拜拜。